一代一啲都唔容易，好似被列為瀕危動物嘅海馬就係其中之一啦。每次見到海馬都係孤零零一個，因為佢有藥用價值，所以經常被人濫捕。海馬係魚類嘅一種，佢哋嘅習性係一夫一妻。不過因為族群嘅數目太過稀少，獨身或者喪偶嘅海馬就好難喺短時間之內揾到伴侶啦。海馬產卵嘅數量唔多，因為海馬媽媽係將啲卵直接生喺海馬爸爸嘅育兒袋裏邊，由爸爸去擔當孵化下一代嘅重要任務。如果呢個時候佢俾人獵捕咗去，就冇辦法繁衍落去啦。喺我嘅海洋世界裏邊，生物要繁衍下一代都要各出奇謀，有啲就識得轉變性別，方便自己去揾配偶。我知住喺海葵林嘅小丑魚就有呢個本領啦。小丑魚女權至上，體型最大嘅女當家，平日指揮住成班雄性嘅小丑魚去守衛自己嘅地盤。不過一旦女當家死咗或者離開咗，體型第二大嘅雄性小丑魚就會變性成為女首領。之後呢，佢嘅身體仲會變大，而體型第三大嘅雄性小丑魚就會同新嘅女當家交配繁殖。你睇，小丑魚啱啱生咗蛋啊！你唔好由咁近睇啊！小丑魚產卵之後會特別惡嘅，因為要保護自己嘅下一代啊嘛。難怪嘅，你睇下旁邊已經有其他嘅魚對小丑魚嘅蛋虎視眈眈啦。女當家就負責對付敵人，而雄性嘅小丑魚就負責照顧孵化緊嘅胚胎，仲不時要清理死咗嘅胚胎，打掃好自己間屋。我翻查過資料，喺香港每年4月到9月都係小丑魚產卵嘅季節，佢哋每次可以生產100個到1000個胚胎，而大約1個星期之後，胚胎就會孵化成魚仔啦。魚仔就嚟出世嘅時候，胚胎仲可以清楚睇到一對對銀色嘅大眼睛添。魚仔終於出世啦！咦，海葵嘅觸手之間唔只有小丑魚，仲有好多裸腮喎。裸腮比小丑魚更加冇性別嘅限制，因為佢哋係雌雄同體，可以同時製造精子同埋卵子，所以遇上任何嘅同類，隨時都可以進行交配㗎噃。裸腮仲識得一邊轉圓圈，一邊產卵，去編織佢哋獨有嘅卵子圖案。好靚啊！一圈圈卵子就好似去舞會嘅長裙咁靚，隨水飄揚。你過嚟呢邊睇下，珊瑚枝同海藻上掛滿一串串大尾鰭嘅蛋囊，每一串蛋囊入邊都裝咗6至7個魷魚嘅胚胎嘅。大尾鰭咁樣喺一個地方度生蛋，唔怕一次過就俾其他動物食晒咩？啱啱相反，就係因為胚胎聚埋一齊數量大，其他嘅海洋生物冇可能食得晒，咁魷魚仔先至有生存嘅機會。而且佢哋嘅蛋囊都好實淨，要咬穿佢一啲都唔容易㗎。